司警拘捕3名中學生，懷疑佢哋潛入高樓街一間中學進行盜竊，學校損失超過11萬。楊偉東報道。被捕嘅3名中學生年齡最細只有15歲，另外2名分別姓傅同姓梁嘅就17同16歲。司警表示，佢哋接到高樓街一間中學嘅報案，指分別喺2月20號、22號以及3月6號嘅凌晨，俾人進入學校嘅教員室，撬開門鎖以及櫃桶偷竊，損失咗4部手提電腦、3部手提電話、電腦記憶體以及幾千蚊現金。另外，教員室嘅設施亦受到破壞，共損失超過11萬。原來喺第3次，即是係3月6號嗰個案發當日呢，由於犯案人士呢係當日未能夠偷到貴重物品，所以曾經呢係用一啲硬物呢係劃花啲咁嘅電腦嘅顯示屏嘅，同埋用啲水呢倒入個電腦入邊嘅，令到啲電腦係破壞嘅。咁喺事件入邊呢，總共咧損失咗呢，同埋損失咗係大約11萬，超過11萬澳門幣嘅。司警經調查喺21號分別將3名疑犯拘捕，佢哋供稱已經將部分財物透過互聯網變賣，佢哋將可能被控加重盜竊以及毀損，而姓傅嘅疑犯會加控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嘅罪名，案件會移交檢察院處理。澳廣視記者楊懷東報道。